有同學問我呢一個字應該點樣記呢？呢個係 puss 佢嘅 genitive case 屬格嘅單數咧係 podos 係一個男性嘅名詞嚟嘅。咁嘅意思就係腳啦。我起初讀嘅時候咧都覺得有啲難記呢個字 puss 有時仲誤會咗會唔會係啲代名詞啊、疑問詞啊咁樣。咁不過琴日再睇嘅時候就發覺原來好多英文字都有呢個元素嘅喎嚇。咁如果我哋留意下咧，就好容易記得啦。第一個咧就係八爪魚或者章魚啦嚇。octopus 咧其實係八嘅意思嚇。如果你知道October 點解會變咗10月咧嚇？因為有兩個皇帝夾硬加咗自己個名落去啊嘛，喺佢前面嚇，所以本來係8就變咗10啦嚇。咁所以 octo 其實係8嘅意思。咁個 puss 咧就係其實就係腳咯嚇。咁所以octopus 就讓我哋會記得其實嚟自源自希臘文嗰個 puss。咁另外有一樣嘢咧，我哋成日都用嘅，可能你唔為意啦，就係三腳架啦嚇。佢叫 tripod 咁個triangle tricycle 三輪車三角形嗰個 tri 咁就係三啦咁啊。咁個 pod 咧其實係genitive case 係咪啊 podos 嗰個縮短咗，所以三腳架其實即係三腳嘅意思咯 tripod。咁仲有第三個字咧，又係成日見嘅，原來都唔為意嘅 podium 領獎台頒獎台或者一個平台啦咁樣。咁你睇到咧，原來希臘嗰啲建築師覺得咧，佢哋嗰啲廊柱下面嗰一橛嗰個平台咧，好似隻腳咁啊。咁所以就用咗腳呢個字啦嚇。咁後面嗰個dion 係咩意思咧？係細嘅意思嚇，所以佢係啲腳仔嚟嘅嚇。咁拉丁文就變咗 podium 啦嚇。咁英文咧就用嚟而家就愛嚟做嗰啲講台，你嗰個踏腳嗰個台啦嚇，或者咧係管弦樂團指揮企喺上面嗰嚿嘢啦咁樣。咁所以 podium 其實真係腳仔喎嚇。咁所以前面嗰個 pod 都係嚟自希臘文嗰個 push 跟住係 podos 啦嚇。咁就再嚟咧就有啲比較少用啲嘅字嚇，不過都幾有趣嘅嚇。就呢個係antipodes 嚇。咁你見到有兩個部分組成嚇，前面 anti 啦嚇，英文相對或者希臘文都係噶嚇。咁後面咧就係個腳啦嚇。咁本來咧就係講即係腳對腳，其實就講緊喺地球另一邊嘅人啦嚇。咁英語世界有時會指係澳洲或者新西蘭人，因為喺對面喺個地球另一邊。跟住仲有一個字，之前唔識嘅，而家學下咧又覺得好有趣啦。呢個叫做 cephalopod， 好長啊 cephalopod。其實佢分做兩部分，兩部分都係希臘文嚇。kephale 前面嗰個咧就係頭嘅意思啊。咁所以又學多個生字啦嚇。咁後半部分咧嗰個 pod 又係腳嘅意思啦咁樣嚇。咁 cephalopod 咧其實就係生物嘅分類嚟嘅。咁就係屬於頭足綱中文叫做。咁中文就好形象化翻譯咗啦。其實呢啲生物咧就係得個頭同埋隻腳嘅。咁烏賊、章魚、魷魚、八爪魚打邊爐成日食呢啲全部都係。咁所以本身嗰個字咧就係頭同埋足。所以你又可以記下 kephale 其實就係頭啦咁puss 或者佢嘅 genitive singular podos 就係腳啦。最後咧就係啲醫學名詞啦醫腳嘅醫生有關腳嘅病理咁全部呢一啲嘅英文字咧都係 pod 開始同腳有關。希望睇咗呢啲字，大家印象深刻啲啦，咁就會容易記得 push podos 就係腳嘅意思啦。多謝晒。